2019年，台东破一个台湾头一件警官交易集团运毒也是运送毒品的案件，即马有案外案。当时案件内底线民甲周刊野料讲，当初伊为警方呢伫危险中提供情报甲资料，不过呢最后由这个台东分局介入侦办，认定讲伊是毒品的共犯，佫被法院判重罪。即马伊甲监察院定情，监委认为讲应该依照证人保护法、祸害保护，要求这个法院高分检提起再审。船艇真侪海巡人员和警察伫咧岸边互相接应，将抓扣的大量毒品一包一包送上岸。这是2019年台湾头一件警官交易集团毒品走私案。当初的线民互当作是共犯，即马替家己发冤枉，向监察院定情。监委调查确认，伊真正是被冤枉，嘛替伊申请再审。他这个情形是符合一般单纯的这个县民检举的类型而已，而没有符合证人保护法减刑免刑的规定适用。这个案件他有申请再审，那么花莲高检署又为他的权益来提起再审。线民透过周刊资料，当时向关山分局刑警，嘛是伊的国中同学透露分驻所所长李铁平交给卖毒集团的消息，因为伊是西集团的成员，却刑警要求要去做了白夜，落尾专案小组嘛成功抓到毒品的共犯。新国台东分局强势介入抢攻侦办，甲省电船长李铁平和线民全部当作是毒品共犯抓了起来。线民的身份公开，除了去集团开成恐吓，嘛去反映判重刑，伊咧未调啊，决定向监察院定情，花莲高分检嘛提起再审。统筹由本局刑事警察大队结合关山、台东等警力，并配合友军刑事警察局及海巡署共同侦办此案。侦办其实并无抢攻及真攻之情形。当初案件，警察坚持立场，即马线民替家己讨公道，希望透过再审的停诉救济，专案嘛交由法院审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